Hello，Listing Design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間隔3房嘅380尺居屋單位。今次我哋以現代木系嘅奶油風為主題，運用大量嘅溫潤木質調同埋暖白色系，為屋主打造出一個充滿治癒感嘅空間。一入到屋，為咗避免開門見山嘅尷尬，我哋特別訂製咗呢一組帶有圓弧線條嘅玻璃趟門，既可以完美遮蓋視線，又唔會阻擋室內嘅光線折射。首先就同大家介紹呢一間睡房先。床頭櫃嘅上方巧妙延伸出流線型嘅衣櫃，我哋更為女主人量身打造咗精品嘅玻璃展示櫃。喺有限空間入邊，點樣先至可以能夠翻倍利用？答案就係喺呢一間客房裏邊，我哋運用咗複合式嘅高空床架嘅設計概念，上邊就係舒適嘅睡眠區，下邊就係完美融入咗專屬嘅書台。喺呢一間房入邊嘅圍身暗門，仲隱藏咗第3間睡房。整體就係以淺色嘅木紋為風格，衣櫃、書台都一樣擁有㗎。生活品質嘅細節隱藏喺廚廁空間入邊。廚房採用咗利落嘅 L 型動線，將洗衣機、微波爐完美融入喺全白同埋木紋相間嘅系統櫃入邊。而浴室就打破咗奶油風嘅甜美，改用咗沉穩嘅深色石紋，配搭現代嵌入式嘅線性燈帶，營造出好似5星級酒店咁樣嘅高級感。唔需要再為空間有限而去妥協，只要透過精準嘅訂製家私同埋色彩配搭，你都可以能夠擁有兼具高顏值同埋高 CP 值嘅 Dream House。今條片就介紹完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